这是个牙科诊所。前年陪老太太去拔牙，那拔牙的大夫真疯的比绣花的都行。看看去。好。哟，你们2位可是来看牙呢？大妈，梨园缉毒支队的，跟你打这个人啊，照片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再好好想一想，2013年的10月底，这个人有没有来过这儿？啊，你说的是6年前该？哎呀，就算是见过也记不得了嘛，那么长时间了，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这个人可是犯难罪了。你怎么知道他犯罪了？你们警察找人嘛，肯定是按案子有关，够好。哎，可以让他出来认认照片吗？哎，不用了，我和我老伴开这个诊所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，我们天天都泡在这个诊所里，我没见过那人嘛，他也没见过。你们还是到别处找找，更好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走。行了，没事，再来吧。啊，注意一下口腔卫生啊。怎么？刚才那2个人是干嘛的呀？是警察拿的那个人的照片要喊认，人可走掉了。刚刚走掉了吗？哦，哎，吓死我了。他们还说些哪呀？哎呀，就是问我可认得他们。哦，我告诉你个，我倒是挨他们讲了，认不得。哎，这么说这个人还没抓着。哎呀，老李呀，我倒是挨你说告，你千万不能挨警察说你认得告。是。你忘了那个人当初是咋该你说呢？是啊。记得告。我知道2位可能会有所顾虑，虽然这个人的涉案细节目前不便透露，但是请相信我们警方一定会保证2位的安全。但如果你们不说的话，那只能配合我们回警队一趟了。哎呀，警察同志啊，我们确实没见过那个人吗？阿姨，您知道做伪证和指使他人做伪证是什么后果吗？你们2人刚才的谈话，我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。他当时是说出去打野物，被人误伤的。还记得是哪天吗？2013年10月20号，7点半左右，当时下着大雨，我2个说早点收拾回了，好回家去。忽然间闯进一个人来，浑身是血。他当时伤在什么位置啊？应该是左腹部的下边吧，被雨水浇了，都化脓了。相信我，一定会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。当时我不相信他是打猎受伤的，而且慌慌张张的，就想打电话报警。结果他拿起剪刀杵着我的喉咙，威胁我说：“你说出去，我杀了你全家。”我就赶鸭子上架，把这2个就取出来了，然后做了消炎处理。雨停了，他就走了。取出了子弹呢？当时我看他不是好人，就骗他，说丢了。其实子弹在。
这子弹一看就是出自1911手枪，跟邓坤的枪型吻合。这就证明案发当天老黄到过现场，还挨了邓坤一枪。如果像他说的，他看见是严谨开枪打死了孙家玉和邓坤，那邓坤打他的这一枪是怎么来的呢？看来这个老黄真的说了假话。哎，可是邓坤为什么要向老黄开枪呢？那就得回去问问这个老黄了。总之这一趟咱没白跑。欢迎收听梨园天气预报，我市城区局部地区有雨，请市民出行带好雨具，做好防御措施。喂，110吗？看清楚了吗？是这个人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喂，头儿，监控拍摄到严谨在城西出没，最后出现在陌上花建筑工程区，暂时还没有他出来的画面，人应该还在里面。陌上花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走。自牙小组注意，把所有出口给我堵住。进。所有人注意，以这儿为中心，拉开5公里的范围继续排查。好，这个地方不再排查一遍了。像这种地方，10分钟之内抓不着人，以严谨的反侦查能力，早就跑没影了。明白？走。是。乐乐，多喝点这绿豆汤，可能就不流鼻血了啊。嗯。还有，咱的零食，以后不能再吃了啊。那东西太伤火。哎，
怎么又流鼻血了？又流鼻血了？哎，告诉爸爸哪儿不舒服？没有，没事儿。怎么能没事呢？发烧了，快抬头。来，哪儿不舒服？去洗洗来。先去洗洗啊。走吧，爸，快迟到了。乐乐，听爸的，今天咱不去学校了啊，咱去医院做检查。我没病，我要去上学。你怎么没病？你又流鼻血了，怎么能没病呢？啊，学校哪儿？爸给你请假。说了我没病，我要去上学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你。啊！上学。今天咱去上学，如果明天不退烧，你答应我，咱去医院。不好，我最讨厌医院了。路上慢点啊。乐乐，要是觉得不舒服，让老师给爸打电话啊。听见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啊？小心点啊！走，拜拜，拜拜。工厂周边所有的可疑地点都查遍了，监控中心也查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踪迹。好，知道了。头儿，咱们再找机会吧，告诉弟兄们，都别灰心。你来替我一会儿吧，我休息一下。你腹部的枪伤是怎么处理的？别提了，受了大罪了。我呀，回到家找了把剪子，用火烧了烧，我就自己就愣把这子弹头给抠出来了，然后又针缝上了。你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，不仅能给自己动外科手术，这缝合的活儿做的也是相当细致的。哎呀，程警官，这不瞒您说啊，我原来在老家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当这个兽医，就跟我们村里那个兽医就学了一阵子。哎，我亲眼见过他们给那个牲口缝合过，嘿，用上了，用上了。好，哎，
那我问你啊，你说你回了家，据我所知，你家离案发现场有30多公里吧？你回了哪个家呀？嘿，程警官，您误会了，我呀没回老家，我就是找了个小旅馆，就那么对付了一宿。啊，旅馆？对，你当着浑身血淋淋的哪旅馆会收留你啊？来来，吴马祥，别咳嗽了，没意思了啊！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劝你还是说实话。哎呀，程警官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实话。这颗子弹还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没关系啊，我来帮你回忆一下。李连福牙科门诊，还记得吗？6年前的10月20日的晚上，你带着枪伤闯进了一家牙科门诊，通过威胁的手段让牙医帮你取出了子弹。这颗子弹就是6年前从你身上取出了那颗。这上面残留的 DNA 跟你的完全匹配。这一枪也不是警察打的，是邓坤。这颗子弹就出自邓坤的1911手枪。王拉祥，还不肯说实话吗？给他来杯水。这个老黄嘴够硬的，他扛不了多久。小欧，东西已经给战宇他妈妈送过去了，大姐状态不错，放心吧。辛苦了，冯大哥。要不是警察一直盯着我，我就亲自去送了。哎呀，那么多东西你一人拿不了啊。想喝点什么？喝口水就行。那你坐吧。哎。来。哦，谢谢。乐乐的事，我听你俩说了，他不会有事的，别太担心。当然了。最近店里也不忙，你和妮娅都在家照顾乐乐吧。店里面我一个人就够了。那怎么行啊？严谨也不在，万一遇到什么麻烦，你想找个帮忙的人都找不着。我现在天天被赵廷辉跟着，再安全不过了。再说遇到什么麻烦，我也可以找他。严谨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小欧，你别嫌我说话唠叨啊。我觉得你们这策略不行。既然你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就应让警方帮你们去查。要是警方相信严谨就好了。凶手制造的假证据已经足以给严谨定罪，他要是再不搏一把，就更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可他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这么大案子，哪能1天2天查出来啊？严谨向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虽然我也不清楚他会怎么查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转危为安。你为安，就是太年轻，做事太冲动。我看小欧那个视频了。啊。你也相信严谨是被冤枉的吗？怎么说呢？要从个人情感上，我当然不相信严谨会杀人。可是同样，我也相信警方不会平白无故抓人吧？
那小欧怎么那么笃定，说真凶就在我们身边，还一直对他放狠话？如果真凶不是严谨，那会是谁呢？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你把刀搁哪儿了？啊？你跟严谨私下见面时说是警察内鬼开的枪，跟我却说是严谨杀人，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还是说真正开枪打死孙佳玉的人是你？不，郑警官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我没杀人，我真的没杀人，我……那就赶紧说，我之前确实是撒了谎，开枪的人不是严谨，严谨当时被邓坤打晕了。可是我跟严谨说的是真话，的的确确是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开的黑枪。接着说。其实我也是到了海叔的制毒工厂，我才知道，干这行能挣那么多的钱。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钱，我当然眼红了。所以，我就老想找机会偷取这个制毒配方，想着以后有朝一日我逃出去，我自己单干。我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知道海叔的毒品配方就在他的电脑里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。那天逃跑的时候，我路过木屋，我发现电脑被枪击毁了，我一下就明白了。我想肯定是邓坤窃取了海叔的毒品配方，而且这个配方就在那个卧底警察交给邓坤的那部手机里。站住！警察！站住！把枪给我放下！想把我一枪打死了！他给我抓了！别管我！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放下！把枪给我提远点！是。你踩过来。今天的行动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当时真的以为那个警察已经把邓坤打死了，我就不顾一切的，我就冲了过去，想找那个配方啊。
我发誓，我说的是真话，真话。的的确确是一个内鬼警察打死了孙佳玉，而且是个左撇子。左撇子？对。你怎么知道是左撇子？他开枪的时候用的是左手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程警官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万一你又撒谎了呢？警民这弹伤，我完全可以怀疑是你开的枪。不信你可以去问刘英吧，警察内部有内鬼，也是他告诉我的。刘英是谁？刘英是邓坤的老婆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这6年你跟邓坤的老婆在一块儿。刘英在什么地方？凤凰村5巷38号。那你为什么要诬陷严谨？因为他出尔反尔，还想杀我。幸亏我命大，掉下去没摔死。你看清楚把你推下悬崖的人是严谨。看清楚了。我前天下午刚跟严谨见过面，而且我只向他透露了我的真实身份。转过天来就追杀我，不是他还会是谁呀？虽然那个人戴着帽子、戴着口罩，可他在找我的时候，他揉了2下腰。我见过严谨有过这个动作，从体态，还有走路的姿势，我能断定，就是严谨。赶紧吃吧，一会儿饭都凉了。哎呀，你现在肚里怀着小宝啊，别一个劲儿盯着手机看了。严谨跟小欧这回算是火了，网上都在说他们，而且支持严谨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这届网友实在是太有才了。哎，严谨叔本来就是好人，我也支持他。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你都忘了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哎，乐乐，多吃点这个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厕所的灯闪了好几天了，你看是不是灯泡的问题？啊，这可能是线路问题吧，接触不良。哦，那我明天找个电工来看一下吧。这点小问题，还找什么电工啊？我自己就能修了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你生日，我叫了小欧来吃饭，你明天多买点菜。我还过什么生日呀？再说了，这段时间小欧心情也不好，别折腾他。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，才叫他过来吃个饭，聊聊天嘛。行，听你的，你安排吧。哎，乐乐，吃菜。乐乐，别光吃，多吃青菜，你别老只吃肉。刘英，
你和老黄是怎么遇到的？邓坤一死，我逃到了外国。后来，老黄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，把我带了回来。邓坤在缉毒队安插了内鬼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他就是靠着这个人的协助，逃过了警方好几次的追捕。他叫什么？你见过他吗？我没有亲眼见过，只知道这个人的绰号叫老 A。邓坤好几次在兄弟面前提起过，说这个老 A 办事很靠谱，还给过他100万的现金奖励呢。这100万是给这个内鬼的报酬。什么报酬？只不过是用来牵制老 A 罢了。说具体点。那100万呢，是警方派卧底做虚假交易时用的连号钱。邓坤当然知道这钱警方是记录在案的，故意把它给了老 A， 为的就是以防万一，一旦他被咬死了，老 A 也别想活着。那你清楚这个内鬼有什么特征吗？比如说左撇子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没有见过他。根据我的调查，严谨的确不是杀害孙佳玉的凶手，是老黄诬陷了他。老赵，战宇的案子是不是也应该重新考虑一下？这2个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吗？之前你认定他杀了战宇，很大程度上不也是因为怀疑他杀了孙佳玉吗？他杀没杀孙佳玉，对我来说只是个参考。但是他杀战宇，我是有充分证据的。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啊，但是1020贩毒案是你先提醒我的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应该给你一个交代。另外，我今天来是有一个疑点，让我觉得很奇怪，或许跟战宇的案子有关。老黄之所以诬陷严谨，是错把杀他的黑衣人看成了严谨。他说那个黑衣人无论从身形还是步态来看，都与严谨十分的相似，而且同样有垂腰扶腰的动作。这让我想起了战宇案里的那个清洁工，同样也是在有意的模仿严谨。你所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建立在严谨不是凶手的基础之上。那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个黑衣人不是严谨呢？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吗？刘伟和小美人已经死了，严谨当天的行踪我的确是无从考证，但我只想提醒一下赵副支队长，不要忽略任何可能性。你跟这个案子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，麻烦你好好想一想，这其中难道没有一丝蹊跷的地方吗？假设严谨没有杀战宇，也没有推老黄下山，那么这个黑衣人跟这个清洁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2个案子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？老赵，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，我也不想给你制造任何压力。但是我今天来的确是想为严谨说几句公道话。严谨是我出生入死过的兄弟，一开始我竟然不信任他，我就不应该怀疑是他杀了二子，我更不认为他会杀了战宇。说实话，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，让我觉得很愧对于严谨。我不知道他和纪晓鸥到底承担了多少，才决定在婚礼上逃跑。但凭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，还有纪晓鸥在媒体前说的那些话，我相信他逃跑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老黄交代的那个左手开枪的警察，你有目标人选了吗？我查了当年所有队员的资料，没有人是左撇子。左手开枪，并不一定代表是左撇子啊。可是会在杀人的时候不用自己的惯用手呢，这说不通啊。你真的认为这2个案子之间有关联吗？我不敢肯定，我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但是我相信老黄提供的信息对我们非常重要，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。或许在这些所谓的证据下面，真的有什么未解之谜也说不定。
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爸爸，许个愿吧。哦。然后呢？吃下去。爸爸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乐乐，爸爸也爱你啊。桃儿，你说这纪晓鸥心也够大的，老公都畏罪潜逃了，还有兴致来给这个冯卫星过生日。你不了解他跟冯卫星之间的感情。冯卫星救过他跟他奶奶，也算他们俩的恩人了。冯卫星过往每年的生日，纪晓鸥从来都没有缺席过。还有这回事？那他是怎么救的纪晓鸥啊？行了，别那么八卦了。嗨，这不无聊吗？你就当讲故事呗。之前纪晓鸥和他奶奶遇到一场大火，冯卫星也是恰巧路过，冲进火场里救了他们两个，还因此受了伤。那按理来说，纪晓鸥跟冯卫星认识应该在你之前吧？你说这纪晓鸥怎么没有以身相许啊？我发现吃东西都堵不上你的破嘴是吗？我也是闲的，没事跟你聊这个。好，我问你啊，你猜他们现在在上面吃什么？红烧排骨，还是水煮肉片？你要真这么喜欢吃，要不你也上去吃点？其实我这个肉夹馍挺好的，改天我再带你去吃他们家的羊肉泡馍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这正听着呢。来，冯大哥，妮雅，我敬你们俩一杯，祝你们俩爱情甜蜜，家庭幸福。谢谢啊。哎，乐乐，小欧，其实我应该谢谢你，就是因为有你，我才认识妮雅，才有了今天这个家。那你不赶紧跟妮雅领证结婚？人家孩子都有了，你一直拖着，什么意思呀？乐乐，爸爸娶方阿姨，你不介意吧？我当然不介意了，我可喜欢方阿姨了，我还想早点有个小弟弟呢。要是有小妹妹，那样更好了。还是那句话，领不领证，老冯都是我孩子的爹。反正这辈子他跑不了了。我干嘛要跑？我高兴都来不及。好好好，你们俩的事儿你们俩自己定，我就不操心了。来，妮雅，我们俩单独喝一个。我也要。哎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人家单独喝一个，不是你吃差不多了吧？是不是该写作业了？你们俩喝，我在这写作业。哎，拜拜。哎，对，写作业了，走。还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咱们俩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班里天天以为我们俩闹掰了。没几天，我们俩又勾肩搭背去喝酒、撸串儿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恋爱、失恋，
离家出走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永远都是你。你现在都要当妈妈了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你能和老冯在一起，我真的很高兴。烦不烦啊你？才多大就开始煽情？要老你自己老啊，我可不陪你。小欧，慢点喝，啊？我今天高兴，你们俩都不准拦我。别光喝呀！哎，你尝尝这个，这是我新学的，试试。味道怎么样？太好吃了！我好多天没有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彭大哥，你醉吧。哦，对了，礼物忘拿给你了。哎，一点心意。大叔，这什么呀？这个古瓷可贵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你这回也太破费了，这一套至少得4、5千。多少钱？小欧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咱这一家人，你弄这干嘛呀？这不破费吗？你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你看你，东西是我去买的，钱是严谨出的。小欧，他3头6臂，神通广大，就差赶上孙悟空了。他在外面一定不会有事的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你呀说的对，你放心，严谨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。对，正好杀杀他锐气，照他平时那么嘚瑟。就是。哎，慢点喝，慢点喝，吃菜呀！你不说这菜好吃吗？吃这个啊！我去趟洗手间。我也去，不用什么？我去。说是少喝少喝。哎，对了，头儿，今天陈副支队长找你都聊些什么呀？有证据显示，严谨没有杀孙佳玉。那意思就是严谨的口供是真的？那个老黄承认自己撒了谎，但是他又指认警队里有内鬼，就是那个内鬼开枪射杀的孙佳玉。内鬼？头儿，你说早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还出来个内鬼啊？不会是老黄他又胡说八道的吧？慢点啊！孟大哥，你还记得13年10月18日那天，要不是你冲进火场救了我们，我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今天，也见不到严谨。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，这要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的。那天的火势特别大，你还被掉下来的房梁砸伤了右肩。都过去了，就别提了。你再提我都不好意思。那不行，到现在老伤都还没好全呢。你安静啊，我要记一辈子。哎呦，你听我的就别回了啊！你和妮亚睡，我和乐乐挤一宿。黄大哥，我没事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让妮亚一个人。就赵廷辉的车在哪儿？我让他送我。你回去啊，多喝点水，早点休息。赵廷辉，反正我打车你也要跟着我。
我就坐你的顺风车，到家20块钱，微信转给你。慢点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到家给我消息啊。走吧。老冯，哎，我练了好久才画成这样，都是趁你不在家的时候画的，还是手笨，画了3幅，就这1幅能看的，你别介意啊。哎呦，这画的太好了！哎，你别说，真像我，太用心了，我喜欢。你真喜欢？当然喜欢，好像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似的。老冯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你怎么老问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啊？你先回答我。你呀，你是孩子的妈妈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当然爱我的家人。那我要不是孩子的妈妈，你是不是就不爱我了呀？你最近是怎么了？怎么老胡思乱想啊？我以前是没想过自己能当一个好老婆、好妈妈，但现在有了你跟乐乐，我愿意改变自己。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好，你可以告诉我。别哭了啊！你呀，你做的很好，你的出现是我和乐乐的幸运，而且你怀了咱们的宝宝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是不是你生气了？刚才我对着小欧没有向你表白。别多想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孩子他爹，我跑不了。别哭了啊！其实我真的没多想，我就是觉得你现在怀着孕，你要是领证啊、结婚这些事儿，怕把你累着。你要真的介意，那把证领了，把婚期了，啊？没事儿，我可能就是怀孕了，激素不稳定，所以情绪才这样起起落落的。我也觉得我大着肚子穿婚纱不好看，我又不想被小奥比下去，还是等生完再说吧。行，都听你的，啊。哎，对了，当年你跟老冯是怎么认识的来着？你刚才没有仔细听啊，工作也太不认真了吧？他为了救你跟你奶奶，右肩伤得挺重的吧？嗯，是挺重的。后来消防队的人来了，他连名字都没留就走了。我还是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他的。啊，停下车，我想吐。
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可能有点晕车。我去吹吹风就好了。披上点吧，小心着凉。谢谢啊。这段时间你日夜盯着我，很累吧？身体吃得消吗？我没有问题，我早就习惯了，工作嘛。还是少熬夜，少吃泡面吧。你也少喝点酒吧。等严谨回来了，案子破了，咱们好好的喝一场。但就以你这个身体和酒量，我们还没上劲儿，你可能就醉了吧？可不是嘛！我记得原来有酒局，都是你替我顶着的。在喝酒这方面，我是真不如你。啊，对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跟你第一次见面，你就把我给喝醉了。记得呀。你那个时候穿了一件白色衬衣和一个牛仔外套，倍儿帅，比你现在帅多了。一进 KTV 包间就坐在我边上。是啊，刚一坐下，你跟方妮雅就开始灌我酒，不到半个小时2瓶红酒，我都晕死了。你俩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还能唱歌呢。说实话，我那天就是听你唱了《我愿意》，我才喜欢上你的。我就记得你那天唱了一首老歌，叫什么？你的眼睛欺骗了我的心。你的心是我的心啊！我记得那首歌的副歌特高特难唱，你那天都唱到破音了，还在投入的哀嚎，笑死我！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。还介意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愉快都只是个误会。对对对，就这个虐自己的表情。明明是这首歌虐好吗？你今天心情不错呀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不会是发现严谨的踪迹了吧？要真是那样就好了。前几天我在媒体面前说的那些话，没给你惹麻烦吧？没事儿，反正我的麻烦已经很多了，也不差你这一件。没办法，谁让你是纪晓鸥呢？飞蛾扑火不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方式吗？其实你想一想，人生真的挺短暂的。如果真的爱了，就勇敢的放手去爱吧。哎，那是混面灯吗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如果见到混面灯，马上许愿，能很快灵验的呀。你也许个愿吧。我有点冷了，咱们回去吧。记得在床头放杯水啊。
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晚安。假设严谨没有杀战宇，也没有推老黄下山，那么这个黑衣人跟这个清洁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？喂，陈国志队长，你一会儿能来趟我办公室吗？我可能知道你要找的内鬼是谁啊。冯卫星受伤的时间是10月18号，也就是你们行动的前2天。按照纪晓鸥说的，他右肩伤得很重，但是他并没有上报，反而继续参加了行动。如果你们警队里没有习惯用左手拿枪的警察的话，那他右肩受伤的事就很可疑了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就太可怕了。老冯可是我们队里公认的老好人啊。2年前因为纪晓鸥的原因，我也跟他有接触。说实话，我也不太敢相信这些事情是他做的。上次我跟你说完那些之后啊，我又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战宇案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老赵，愿意再听我唠叨几句吗？你说。尸体袋里的打火机，分尸现场的烟蒂，清洁工捏腰的动作，这些看似有力的证据，仔细想想，其实都非常不符合严谨的办事逻辑。杀人、运尸、分尸、抛尸，各个环节做的都天衣无缝，怎么就偏偏犯下这么多低级的错误？而且这些证据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刻意指认严谨的身份。根据老黄和严谨的口供，可以明确的是，老黄亲眼目睹了那个内鬼警察射杀了孙佳玉，这一点在俩人见面的时候曾经交流过。老黄答应严谨，帮他端掉小美人集团之后，便说出这个内鬼的真实身份。但是在第2天晚上，老黄就遭人暗杀。很有可能是这个黑衣人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才决定暗杀他的。假设清洁工跟黑衣人是同一个人的话，那跨年夜当天晚上他也是要去暗杀严谨的，只不过是错杀了战宇，无奈之下才决定嫁祸给严谨。但是有一点啊，那个黑衣人必须要有机会偷听到老黄跟严谨的对话，不然一切都是空谈。当然，如果凶手真的是冯卫星的话，但是跨年夜当晚，他又有不在场的证明。冯卫星究竟是不是内鬼，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，咱们都别轻易下结论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努力配合，结果也许真的就是另外一番天地。我不要做检查，我不要检查，我已经好了，我没病。从检验报告的结果来看，冯乐乐的白血病确实复发了。不可能呀！这么些年，我们当宝贝一样照顾他，他一次都没感冒，他怎么可能复发呢？大夫，是你们弄错了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白血病在5年之内有极高的复发率，这是我们难以预料的。医生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白血病复发后，治疗的难度会更大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想要彻底治愈，还是要尽快的骨髓移植。你们先去办住院手续吧，我今天就联系骨髓库。
哎，来了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喝口水。老冯，老冯，你要是心里难受，你就说出来，哭出来，你千万别憋在心里，行吗？不就是找骨髓吗？国内没有，咱们可以去国外找啊，肯定能找到合适的。即便能找到骨髓，那手术费呢？那一大笔钱呢？你不用担心钱，实在不行，我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。不行，不能用你的钱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老冯，老冯。老冯，你怎么了？老冯，老冯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你想想我乐乐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。老冯，老冯，你开门呀，老冯！老冯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撞他的案。老冯。有你和乐乐在，我怎么会想不开呢？傻丫头。开心一定会找到的，乐乐一定会好。吓死我了！为什么？别怕。你说这严谨迟迟都没有消息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光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哎，你这偷偷摸摸看什么呢？你今天一天啥都没干，就光盯着这笔记本了。今天晚上你盯着吧，我出去透透气。盯紧了。
老大，是我。还知道我是你老大呀？啊？哎呀！你慢点吃。你说这个时候能来一碗20版的泡面，那该多好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知不知道你这么一跑，天津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小吴怎么样了？赵廷辉一直盯着呢，没事儿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逃跑啊？为了活命。赵廷辉找到了所谓我杀害战宇最新的证据，摁死就是我了，我不跑我干嘛？那你到底杀没杀战宇？你是不是信不过我？还是咱哥俩感情变质过期了？你要是真认定是我杀了二子跟战宇，现在把我给逮了，死在你手里，总好过死在赵廷辉手里。来，行了啊，我就一句话，你可倒好，10句话等着我。人家赵廷辉抓你也是依法办事，你既然没杀人，就不应该跑。你这么一跑，想解释也解释不清了。解释什么呀？跟他解释有什么用啊？赵廷辉这个人死脑筋，只认证据，我只有把证据拍在他脸前，他才知道自己错了。听你这意思是找到线索了？想听吗？说说。说倒是可以，就怕你不信。其实我自己都不信。少卖关子，赶紧说。简单说，刘伟是我曾经最怀疑的人，但他已经死了。这些天我仔细梳理了所有的线索，有一个细节是我意外的发现：清洁工的鞋底有一点黄色的油漆痕迹，不放大仔细看，根本无法看到。而我跟老黄见面的建筑工地里，也有一片区域撒有同样的黄色油漆，并且旁边有一串月牙形的脚印。我想这不是一个巧合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，这个清洁工曾经到过我和老黄见面的地方，偷听到我们俩的谈话。至于他为什么要杀我灭口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他就是老黄口中的内鬼警察。他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，想要杀我，但在杀我的过程中误杀了战宇，为了达到最终除掉我的目的，转而嫁祸给我。你怀疑谁？冯卫星，因为只有他同时与这2个案子有关联，而且有个重要的信息，让我觉得是他。就是那一天老黄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时，冯卫星正好在我家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沾那玩意儿的？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曾经穿那身警服吗？干嘛？给我去戒毒所，走。我不去。喂，严老板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想跟你见个面，地址我会发到你的手机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我和老黄的对话被突然发出的声响打断了。我当时追过去，只看到了附近的野猫，也就没有多想。尽管当时我注意到了地上的黄油气息，但这在工厂里很常见，我也就忽略了这个细节。现在回想起那个声响，应该就是有人偷听逃跑后不小心发出来。而且在见完面以后，我回家的路上，发现他有跟踪我。
老冯，干嘛一直跟着我？我刚才看你在家那会儿鬼鬼祟祟的，我就是担心你，我又怕你去碰那些要你命的东西。妍姐，如果你还把我当大哥的话，你给我交个底儿，这半年来你浑浑噩噩都忙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把小欧伤得有多深啊？都这会儿了，这些还重要吗？你也不要跟着我了，妍姐。冯卫星跟着我与小美人贩毒案无关，所以我也就没提。但现在想一想，这其中有很大的玄机。我就说，你肯定不信吧？出来吧。好久不见呀，严老板。常瑞敏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急什么？我带赵副支队长来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其实你的分析跟我们的调查不谋而合，但是我们一直缺乏证据证明冯卫星偷听了你和老黄的对话。现在你发现的清洁工鞋底的黄色油漆，已经使整个逻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。逻辑是通了，但我们还缺少某些关键的证据，是吧，赵警官？他干了那么多事儿，总会有疏漏的地方，咱们还怕找不到证据。你可不要小瞧冯卫星啊！你记不记得我说过，冯卫星这个人心思缜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我去过他们家，想要找到他作案时穿的那双黑色运动鞋，但我没有找到，应该已经被他处理掉了。你去冯卫星家了？是，趁他不在家的时候。放心吧，我手脚比较利索，他应该没有发现。我说的是这意思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也是被冤枉的好不好？我是迫不得已去找线索的，我又没偷东西。那你就能用这种方法吗？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你能申请到搜查证吗？没有搜查证，不管是你还是老程，也没有理由去搜他们家呀。行了行了啊，事已至此，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。如果冯卫星真的是那个左手开枪的警察内鬼，那他为什么要跟邓坤这个毒贩勾结呢？这是咱们要调查的第一步。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，咱们就等于抓住了他跟毒贩勾结的有力证据了。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儿上了。既然咱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统一战线，那就握手言和吧。赵定辉，有你这么对待战友吗？虽然现在案情有了新的变化，但在找到证据之前，你依然是战雨分尸案的第一嫌疑人。我必须抓你，我只有把你抓了，真凶才能够安心。人在最放松的时候才容易露出马脚。你就当配合警方工作，再委屈一阵吧。唉，看来你真的开窍了。我和小欧吃的苦，也算没有白吃。行吧，悬崖勒马，也比一条道走到黑强。我跟你回去。
老张，我的包。放心吧你。走吧。头儿，这大神你哪里给抓的？你也太厉害了吧！真不是抓的。啊？严谨被捕的消息，先暂时不要对外公布，还有告诉相关人员，一律要对外保密。这事你安排一下吧，记住啊，告诉所有人，谁要走漏了封赏，帮他负全责。为什么呀？你先照办吧，等审判严谨之后，你会明白的。睡了。啊。那先吃饭吧，我妈煲了汤。老冯，吃饭了。你们吃吧，我没胃口。你早上就没吃，过来吃一口吧。不跟你说了吗？我没胃口。冯大哥，过来喝碗汤，好歹垫一垫。啊。谢谢啊。你啊，我妈专门做了虾补钙，你吃点。我没胃口，我先去产检了。那这样吧，冯大哥，我看乐乐，你陪你俩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吧。路上慢点啊。冯大哥。啊。你啊，我开车送你去吧啊！我说了不用你送，他们更重要，你去陪他们吧。现在小欧能陪着乐乐，所以我有空陪你去做产检。是不是纪晓欧说什么，你都听了？你哪来的这邪火呀？别装了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。好了，别生气。你别碰我！我真的不知道这孩子有什么用，还不如打了算了。这孩子是咱俩的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还知道这孩子是咱俩的？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想知道，在你心里，到底是我重要，还是纪晓欧重要？行了行了，有什么话咱回家再说。你要是个老爷们儿，你今天在这儿就把话说清楚。你是不是喜欢纪晓欧？这纪晓欧是我妹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那天在婚纱店我就知道了。你真以为我傻呀？我早就看出来你对他不一般。这么多年，你是不是一直在暗恋他呀？要是没有严谨，
是不是就追他了？你说话呀！你没完没了了你！现在乐乐什么情况？你给我吵这些？我告诉你，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小欧，冯大哥，我正想给你送手机呢。谢谢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他说他想一个人去。哦，对了，我正好突然有点事儿，晚点再过来。饭你趁热吃，我走了啊。哦。你是不是喜欢纪晓傲？那天在婚纱店我就看出来了。这么多年，你是不是一直在暗恋他呀？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完了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了。那到这儿吧，收东西。赵警官，能不能单独我跟你聊两句？可不可以帮我带个话？没事，我先挂了。头儿，这严谨真是被冤枉了。你觉得呢？那咱们丢人丢大发了，这要是被媒体知道，那不把我们给骂死啊？作为一名警察，抓错人和被人骂，哪个更丢人？行了，赶紧把资料整理出来，证据尽快结案。
你呀，没吃晚饭的吧？我做了宵夜，起来吃点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鸡汤米线。还生我气啊？别生气了啊！小心气坏了身子啊！这小欧，几年前我是对小欧有那么点意思，但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她现在就是我妹妹，真的。哎，你可别多想啊！啊！小欧那么优秀，你会喜欢她，我理解，但我就想知道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？傻孩子，这么多年我都一个人过来了，我要不是真心喜欢你，我干嘛招惹你啊？啊！慢点啊！知道我为什么能跟小欧做闺蜜吗？因为我们俩心都大。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，以后我们一家4口，日子还长着呢。今天我不应该在医院跟你发脾气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这从头到脚的都是我的错呀，是我不应该只顾着乐乐，不顾你的感受，对不起啊！啊，哦对了，你今天产检大夫都说什么了？快跟我说说，咱们宝宝怎么样？医生说，宝宝很健康，活蹦乱跳的。哎呦，他在踢我。是吗？哪儿啊？小欧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3鲜馅饺子，趁热吃吧。冯大哥，乐乐现在离不开人，你俩肚子还大着，这段时间你就别顾我这边了。顺道买的，吃吧。其实是你也爱吃3鲜饺，每次我都是为了满足他才点的，你还是拿回去给他吃吧。是这样啊，那你不爱吃，下次我买别的。真的不用了，冯大哥。啊。哎，我刚才来的路上没见赵廷辉他们的车，是不是他们已经撤了？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了，严谨家还有我妈那边都撤了。那严谨不会让赵廷辉他们抓住了吧？应该是赵廷辉盯了几天没什么收获，就放弃了吧。哦，对。那行，那你忙吧，有事打电话，我先走了。冯大哥。哦，那你不爱吃，我给你也带回去。
这什么情况？和你们之前的调查结果差距也太大了。我的责任是我的调查陷入了死胡同。严谨做卧底是我的安排，这也是1231杀人分尸案的根源。其实归根结底，还是我的调查不够细致，跟程木支队长没有多大关系。哎呦，行了，两个人还打上掩护了，这我还听不出来啊。告诉我，怎么解决问题？既然这2个案子之间有这么密切的联系，我建议把案子合了，并案侦查。我赞同。什么时候给我结果？眼下还需要搜集几个关键性的证据，难度比较大，我也不确定。月底。这个月底恐怕不可能，现在都几号了？就这个月底。局长，我曾经跟您保证过，月底不破案子，我辞职。这句话现在还作数。这个态度我喜欢。行，我同意立刻成立专案组，你就任组长，你任副组长。这个严谨啊，到底是真凶，还是被冤枉的？你们要尽快的给出结果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咱们一定用事实证据来说话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了。局长，那厅里那边怎么交代啊？行了，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办案，上面的事儿我扛着了。谢谢局长，谢谢局长。去。乐乐还是挺幸运的，这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配型。不过，他现在的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些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便移植成功，术后的恢复期呢，也会出现各种。慢点啊！乐乐今天怎么样啊？还行吧。你就跟我说实话吧，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解决。大夫说已经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了，那是好事儿啊。这事儿是好事儿。可手术费至少需要30万，那往后康复需要更多的钱，我到哪儿找这么多钱呀？我拿什么来给我儿子看病啊？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啊？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，再不够，我跟小侯商量一下，把似水流年盘出去。哎，不行。这不合适，这事儿不能再给你和小欧添麻烦了。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现在什么事儿比乐乐的命重要啊？哎，能不能让乐乐妈出一点啊？她自打离婚以后就没管过孩子。再说了，她的钱又不是她的，我不稀罕。都这个时候，你还在乎这个干什么呀？你要是觉得不方便，那我去问问。不行，我心里在乎，我就是卖肾也不用他的钱。好
别担心了啊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这李雪不是嫁给一个暴发户吗？怎么还在这酒水超市打工呢？暴发户是不会破产的。去吧。你好，你是李雪吧？我们是市刑侦支队的，想找你了解点情况。你跟冯卫星是什么时候离的婚啊14年的8月，冯卫星当时是个什么状态啊？乐乐1岁那年啊，老冯的母亲被查出来得了癌症，我们的日子啊，过得越来越紧了。到后来，他被禁毒支队给辞退了。知道是什么原因被辞退的吗？他在一次抓捕行动中打伤了一名毒贩，把人伤得很重，被家属啊给举报了。他对这个事儿啊倒是看得开，他说早就不想当缉毒警了，很危险，还没有时间照顾家里人，所以后来呢，他就一根筋的跑出去开出租了。我因为这个事儿啊跟他吵了好多次，到后来吵累了就离了。那离婚之前，你觉得老冯这个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？他妈妈去世不久，乐乐就查出来得了白血病，老冯的情绪也越来越差。老冯这个人啊，看着表面刚强，其实骨子里啊很自卑，他宁肯难死自己，也不会求别人。那你们离婚之后，你跟冯卫星之间还有来往吗？最起码你应该回去看过孩子吧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，但是啊，如果没有当年我向新的老公要了10万块钱，乐乐的病可能就耽误了。你们离婚的时候，婚后财产怎么分配的？还分什么呀？孩子归他，我净身出户。啊，对了，冯卫星右肩受伤的事儿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哦，知道，就是那次抓那个大毒枭，叫邓坤的，他跟我说是在那次行动中受伤的。好吧，我们没什么问题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我们再来找你。哎，等等，你们问了这么多关于老冯的事儿，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，我们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。不过今天的事情，请你也配合一下，先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哦。你是邓坤的司机，啊？有没有听说过老 A 这个人？老 A 呀，没有。那你有没有见过邓坤私下里跟什么陌生人见面？陌生人？没有。别老没有的，好好想想。警官，我只是个司机，我也不能一天24小时跟在他身边啊。他私底下见过什么陌生人，我真没看见。仔细看看，这里面都见过谁？我一个也不认识。带下去吧。走吧。叫什么名儿？刘永恒。啊？刘永恒。你那好，我叫李永义，什么都交代。你听没听说过老 A 啊？没听说过。你跟邓坤是亲戚是吗？我就是混饭吃。来，看看这里头，有
没有你认识的？没有。可坐直了，好好看看。带下去吧。要不要休息会儿，涛儿？不用，继续。带进来。领导好，坐吧。梁丽是吧？是的，领导。当年在邓坤手下的地下赌场工作过。是。听没听说过内鬼警察这事儿啊？把头抬起来。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啊，知道什么就说出来。如果对我们查案有帮助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申请立功减刑。领导，我要是说了，真的能减刑吗？当然。确实有个警察到我们那里躲过。叫什么名字？去那儿的人多半用的都是假名字。我只记得他在签账本上签的名字叫老 A。老 A 啊，你接着说。我一开始吧也不知道他是警察，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神神秘秘的，在厂子里从不跟别人说闲话，不管输赢，每一次就赌一把，所以我们才对他有很深的印象。而且这个人就一看就是个生手，没怎么赌过。我们老大就命令我们出老千搞他，他就利滚利的欠了将近10万，他还不上，差一点儿被经理给剁了手。这再后来嘛，再后来我们老大就跟我说，把那家伙的债给消了。我当时还很诧异，我问他为什么，可他只是说，那家伙是个警察，能少一事就少一事。再后来，我就听说，他被上面的人收了。收了的意思是说他成了邓坤的眼线。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只是听说，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在一块儿。你还记得老 A 长什么样吗？大概还有点印象。看看这里面哪个是你说的老 A？ 是他。确定是他？确定是他。头儿，起身干嘛呢？压力这么大，做手工解压。不是，你怎么还没下班啊？不是你让我查110报警电话的录音吗？查到了吗？好，放给我听听。喂，110吗？我有情况要举报。我今天去焦南林子里挖野菜，发现有一片土地里好像有血，不知道跟最近这个分尸案有没有关系。
咱们这儿应该还有冯卫星的音频吧？有，之前排查的时候有过他的录音。交给鉴定科做声纹鉴定，尽快给我。嗯。你还有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头儿，今天是我做刑警第2年的最后一天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你都来2年了啊，时间过得还真是挺快的。我的努力不够，以后继续努力。按说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啊，但你看我还有事儿啊，改天我请你吃饭吧。不是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做手工吗？哎，头儿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是不是想许愿尽快破案呢？行了，别这么多问题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哎，头儿，你是不是恋爱了？滚蛋！这不就清楚了吗？冯卫星啊，就是想要更多的钱，但他没想到因此欠下了大额的赌债，他没有办法被邓坤收买，做了眼线。没错，李雪和梁丽的证词都可以证明。内鬼这种危险的事儿，他肯定不想做。他想尽办法摆脱邓坤对他的控制，而1020抓捕行动对冯卫星而言是个绝佳的机会。所以，即便他受伤，他也要参加，为的就是要除掉邓坤。行动当天，冯卫星顺着邓坤逃跑的方向来到案发现场，他看到我跟邓坤对峙，我被邓坤打晕以后，他用我的枪杀了邓坤。至于二子，他一定是目睹了冯卫星的身份。冯卫星为了自保，不得已杀了二子。二子死得太冤了。你俩这说相声呢？哎，你先不要打断我，让我把冯卫星的动机给圆上。时间来到冯卫星跟踪我那一天，他听到老黄跟我说是一个内鬼打死了二子，他慌了。他没有想到当年的秘密居然还有人知道。他误以为老黄看清楚是他，所以他就萌生了把我跟老黄都杀掉的想法。剩下的我就不说了，你们都清楚。行吧，我也来说两句啊。冯卫星杀了战宇掩埋以后，才产生了要嫁祸给你的想法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冯卫星的不在现场证明是怎么做成的？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，你跟谁在一起啊？我和小芳还有乐乐去似水流年参加那个跨年 party。那天乐乐不太舒服，所以我们就提前走了。
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家，也没出去。那天晚上，冯卫星是一直跟你在一起吗？一直在一起。那天我们回家一起吃了点东西，然后看了跨年晚会就睡了。还记得几点钟看的跨年晚会吗？11点多吧。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。我们现在是弄明白了原因和过程，但除了相关人员的口供以外，没有有力的证据，而且方尼亚能够给他提供不在场的证明。我觉得方尼亚不至于说谎。方尼亚的证词里倒是提到了，他睡了一觉，醒来的时候是11点，正好是战宇的死亡时间。其实案子发生以后，我不是没有怀疑过冯卫星，但就是因为方尼亚的证词，我才把他彻底排除掉的。难道方尼亚也被老冯给利用了？这下可麻烦了。对了，冯卫星最近忙什么呢？乐乐的白血病复发了，天天在医院守着呢。不得不说啊，冯卫星还真是个好父亲。老常，这一点你真不如他。我当不成好父亲，还不是拜他所赐。行，咱们言归正传啊。我们现在应该从物证下手：100万连号赃款；2，分尸战宇的工具。这2样东西咱们总得找着一个吧？分尸战宇的工具我不敢肯定，但冯卫星的生活一直过得不够宽裕，100万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猜啊，这笔钱他应该不会动。可是他家你都已经去过了，连你都没找到，我已经想不到他能够藏在什么地方了。与其咱们想破头去找，不如让他放心大胆的自己把这个钱给花了。